七也行，可以的。17更好，对不对？我有时候想说自己大一点，显得我自己老一点，因为有时候学生，我们普遍的学生哪个年龄段都有啊，有一些比你们还要大啊，还有一些老人也过来学习。我们也是同龄的，是。同龄。同龄，你也93年的？不是91。你91的怎么跟我同龄呢？比你小。OK， 明白吗？我现在讲这些词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啊，听得懂是吧？如果听不懂的，不要问我啊。我们数起。可能没有，老外语有的有些词它没有，就是对。休息一下啊。你们好像公司要求你们来这里，就是我看你们课表是从早上8点到11点，然后下午2点到5点，是吧？应该是10点下了课，你们还要在这里再待一个。对，可是在那表上今天只有一门课，不是吗？好像是的，今天你们都要自己。你们那边的公司没有和你们小弟弟上课吗？没有是吧？因为今天是这样的，最开始和你们公司沟通的时候说是12个小时，所以就自习时间比较多。这个星期啊，下个星期你们就20个小时了，就没有很多时间自习了。但是我听说要求是你们要在教室里面和上课一样。就是没有老师的话，那我们在客运专线啊，客运专线。那客车也可以，货车也可以，那叫什么？客货混线啊，客货混线。那如果这条路上有2条线，我们叫什么？双线。那我把一个东西从这里放到那里叫什么？运输啊，运输。那我们这里只有1条线啊，火车也用，客车也用的叫什么？客车也用，货车也用的啊，叫客货混线啊，客货混线。大家都明白吗？那尽量做到不模糊，你们看书也可以做到啊，可以达到了。你们慢慢的就开始进入正啊。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课文啊，回过头来看一下课文，里边有什么词不太懂的啊？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。第一段啊，你在这里说高速铁路就是能够让火车高速通过的啊，快速通过的。那这个速度有多高呢？啊，1970年日本说的，列车能在200千米、2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上运行的，才可以是高速铁路，对吧？200千米每小时以上的速度啊，低了不行。这是日本说的。还有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也说了啊，它的最高运行速度是客运为300千米，客货混运为250千米每小时，这是最高的，对吗？比它太高了就不行了啊，危险了，这是他说的。然后我们国际铁路联盟的秘书长一个人，对吧？叫罗莱说了啊，高速铁路运行速度最少要到达200千米啊，最少要达到啊，太少了也不行。所以现在目前我们认为高速铁路最高运行速度达到200千米每小时，对吧？啊，最高运行速度达到。所以你们要看这些最高啊、最少啊、最多呀，这些词要多看一下啊。这是几个不同的人说的要求啊。那它还有不同的管理办法。看第一个就是新建的新的啊高速铁路双线啊，双线就是专门运行高速客车的啊，运输旅客的。日本有一个，法国也有。
啊，我请客可以。好，那我再说一遍啊，30岁以上的人和我一起去，30岁的人去吗？去。30啊。30岁以上的就是没有30岁的啊，因为我说200千米以上的是高速铁路，那你200千米就不可以，你哪怕201呢可以啊，那你就这样。我说30岁以上，你30岁29岁就都行啊，叫以上。那如果我想把30岁加上，我就会这样说：30岁及30岁以上的人啊，放在这里。30岁，或者是以及也可以啊。你看这里面就是30岁可以，30岁以上也可以。如果我不这样说，我就说30岁以上，你30岁就不可以。我们在中国有一些考试啊，像事业编考试，就要求年龄，就说35岁以下，35岁以下。对，35岁以下可以考试。那如果你今年正好35岁了，就不可以去考试。那如果说35岁35岁以下，那这样你就可以去。所以大家要看懂这句话啊。他如果没有说别的，就说以下，那么他就那个数字就不在里面啊，不包含，听懂吧？所以看30岁啊，30岁以上就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可能就少了一个人是吧？OK， 明白吗？还有比如说我说申请，可能申请奖学金去中国留学啊，他可能要求 HSK 210分及以上，210分及以上，比如说 HSK 5级，210分及以上。这样的话，你 HSK 5级了，180分的就不可以啊，那你要210分或者210分以上，这样以上、以下，还有下面 C 种你再说一遍。客户刚才说那个什么我们是的，申请奖学金，研究生孔子学院奖学金啊，研究生就是要 HSK 5级210分及以上。210分啊及以上啊，因为我在孔子学院这边也负责奖学金的申请工作，知道啊，要5级210分，你5级考了180分、181分，不行啊，不行。OK， 不说了，听懂了吗？有个例子啊。OK， 像第二个要达到，比如说今天的温度达到了29度啊，今天的温度达到42度。一般达到可以加加数字的。今天的温度可以达到36度啊，老挝最高气温可以达到多少度？42，感觉有44了。我感觉那个今年好像还好，去年泼水节的时候啊，4月份真的是太热了。当时我们不在这里。我们还在老的孔子学院啊，不知道你知道吗？在国立大学里面啊，然后我还住在这边啊，就每天走路要15分钟吧啊，才能到孔子学院。
居高啊，比如说老挝的气温最高可以达到42度，最低呢？最低大概是有的省不一样，对，有的省能达到2、3度。很冷是吧？对，我记得好像说那个什么，意大利，意大利也有，这么冷啊！像我家最低的时候可以达到零下20度，零下25度，零下25度，零下20度是零下20度。我家是辽宁省，还可以。你们知道大概的中国地图？比如说这里是北京这里是北京这里就是黑龙江省，然后吉林省、辽宁省它在这里然后这边就是河北省，河北省这边河北省、山东省这个样子。哈尔滨呢？哈尔滨在这里，这里是黑龙江省，哈尔滨，哈尔滨、吉林、辽宁在这里。所以我家是大概这个样子。如果是黑龙江的话，有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达到零下40度。就是这里在漠河靠近俄罗斯所以真的是很冷但是我们觉得还可以呀，没问题呀。我来这边就会好热呀。因为在家里有热气嘛。对，有暖气有暖气像在孔子学院有很多老师都是广西人广西人族，因为我们孔子学院是和广西民族大学一起成立的一起合办的。所以这里的广西人族，他们觉得挺好的和我家差不多，不和我家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吧，他怎么说呢？中国比较大一点，我们整个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，包括可能有一些性格，还有长相，可能都有点不太一样我在第1年来老挝的时候，我就很胖。我今年大概瘦了有30斤。对，原来我是这么胖的减肥达人。减肥达人，大概用了9个月吧9个月才来的。就是因为这边的人很瘦，老挝人也很瘦，然后广西的老师们也都很瘦，南方老师都很瘦。我想我怎么这么胖？他就减减杀猪4秒以上。也可以呀。我经常每天晚上。怪不得是身材很苗条。怪不得是身材很苗条。就是因为瘦了，胖的时候很胖的。因为我大概每天都会锻炼身体，但是我不太喜欢跑步，我会快走，走得很快。然后还有就是晚上吃饭会吃要快的。如果慢的话就没有锻炼。锻炼就是可以，锻炼完以后发面反馈。会的，你像昨天我晚上有课6点到8点，然后回去之后又备课一直到10点半，我晚上都没有吃饭。哎呀，饿得我呀，喝点水吧。可以去一个不错，你去那里的时候，他们像打架。我觉得真的有关系，因为这里很热嘛，很容易冒汗，它就比较容易减肥。我在家的时候，我们家的人都比较胖一点，然后就不太容易可以少吃点。对，少吃一点很重要。还有就是少吃一点。但是好像老挝人就喜欢喝啤酒，是吧？对，对，而且你想，你喝啤酒的时候，你是会吃东西的，一吃一喝就胖了。我今年就喝啤酒很少其实我觉得减肥最主要的就是要少吃多动。少吃多动，真的是。还有是每天吃几顿？早饭和午饭。早饭我一般是吃鸡蛋、牛奶，还有地瓜，还有玉米。然后中午的话就正常吃肉菜
喜欢老挝的菜，老挝的菜油很少，但中国的菜油很大啊。我看是是吧？哎，中国的菜又比较多，然后油又很大。对，这是火锅。